大家好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呢，就係錦繡花園一間1003N 型，實用面積962尺，跟住附帶咗個加大花園。咁啊，面積就885尺花園嘅。咁而家呢個花園呢，就大約900零尺啦。咁啊，可以泊到多車，亦都係放賣同埋放租。咁而家同大家去參觀下。好，經過大閘門口入屋之後呢，左手邊就係前庭花園啦，右手邊就係獨立嘅車庫位置。車庫側邊呢，仲有少少加大咗嘅花園空間。一般嚟講都可以放下啲雜物啦，或者洗車嘅用品。後面仲有一個加大嘅花園，景觀都尚算開揚。今次介紹嘅屋呢，實用面積962尺，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，仲有一個平台空間。由正門入屋，右手邊就係樓梯上寢區，左手邊一入去就係一個客飯廳嘅空間，一個長方形設計，前後都有大嘅玻璃趟門，作為一個採光同埋通風效果都唔錯。樓底呢都有高身。左手邊有個電視機牆身，可以擺個矮櫃；右手邊就可以擺梳化啦。前方位置就係個飯廳位置，飯廳隔離仲有個小偏廳。樓梯下面隱藏門入邊呢，就係一個儲物空間。咁至於廚房嘅位置，大家如果約睇樓嗰陣時，就可以介紹俾大家啦。沿樓梯我哋上嚟1樓。樓梯嘅右手邊就係浴室洗手間，做咗企缸設計，有窗，屬於名次，相當企理。隔離就係第一間客房，景觀係望後花園，得一個採光窗嘅啫，都方方正正。隔離就係第二間客房，呢個客房嘅空間就比第一間客房呢細少少，景觀係望返前面花園位置。同層有個大平台位，跟住上嚟2樓就係主人套房，入門口嘅右手邊就係套廁洗手間，再前少少就係一個衣帽間位置。主人房間呢都比較方正，5、6尺雙人床，絕對有空間放，亦都有位置可以擺大啲嘅梳妝台或者工作桌添。前面有個大嘅採光窗，再附設咗個露台位。衣帽間入邊係一個 U 型設計，左右兩邊好多地方可以掛衫，仲有個細細地嘅採光窗。套廁浴室入邊就保留咗浴缸嘅設計，有窗，屬於名次，但亦都安裝埋浴室寶，亦都有衣櫃位。跟住主人房附帶咗一個細細地嘅露台位置，望出去都可以望到啲山景。而今次介紹呢間屋呢，亦都做埋閣樓空間，安裝埋冷氣機添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康臣啦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